你好，我係 Isabella，我哋依家一齊嚟睇下2026年1月19至2026年1月23嘅香港股市市場分析同預測。恒生指數本月走勢呈現先低後高嘅格局，輕微創出月內新高27,206點，技術上突破咗去年11月13日嘅高位27,188點，反映上升趨勢暫時未完。只要指數可以持續企穩喺10天線以上，大市仍然有進一步向上試高嘅空間。不過，現階段高位買盤明顯轉趨保守，指數多次嘗試27,000至27,200點區間都受阻回落，逐步形成較明顯嘅反覆震盪格局。上星期指數更連跌2日，27,000點得而復失，短線好淡雙方持續激烈角力，成交雖然算係活躍，但未能有效推動指數企穩。技術形態上已隱約出現三頂結構，顯示上方阻力相當沉重。人民銀行喺1月15日公布新一年首份重磅措施，包括下調多項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利率0.25個百分點，擴大工具適用範圍同規模，以及降低商用房首付比例等，目的係進一步支持經濟結構轉型同優化。呢啲措施預期可以為市場提供流動性支持，對港股氣氛帶嚟一定正面作用。只要外圍環境未有出現重大利淡消息，港股本月仍然有機會維持溫和上升格局。另外，人工智能概念股持續強勢，投資者1月嘅部署已大致完成。相關板塊估值雖然需要時間消化，但整體仍然被視為重要嘅上升動力來源。不過，27,000點已經成為相當明顯嘅心理同技術關口。指數連續多日衝高都未能有效企穩，逐步形成清晰嘅三頂形態。如果本周未能突破27,381點，下月開始嘅調整幅度可能會擴大。同時，恒指短期喺27,200點附近持續受阻，市場普遍預期未來1至2周可能出現溫和至中度回調，甚至有機會下試26,000至26,200點區間嘅支持位。大市年初至今已累積一定升幅，加上暫時欠缺新嘅強勁催化劑，短期向上突破嘅難度相對較高，預料技術主導嘅震盪格局仍會延續。內地方面，滬深北交易所調高融資保證金比例，加上境內最大型 ETF 連續多日出現大額淨流出，雖然對整體流動性影響有限，但明顯打擊市場信心，構成利淡因素。周內交易表現較為參差，周初曾經反彈，但到周後段連續下跌，進一步加重短線壓力。綜合嚟睇，現時市況雖然未至全面轉弱，但上方阻力重重，加上信心不足同技術調整壓力偏大，投資者宜保持審慎，密切留意27,000至27,400點區間嘅突破情況。只有大量突破27,400點，升勢先至算正式確認，否則短期仍然以區間上落，甚至偏向回調整理為主。